全台湾的沙雕超人到花莲的光复乡帮忙清烂土，这个重机具的业者嘛足甘心，大家赶远路，为全台湾各地使这个重机具来灾区帮忙。有怪手化身做扫涂骹的机器人，敢若扫3下，路面的烂土就消失。也有15台亲像破派变形金刚的大型机具，为台中驶12点钟驶到花莲，协助来处理掉河床的烂土。超强哎，超厉害的。怪手驾驶控制铁叶啊，甲一块大块铁棒叶咧，袂输扫涂骹机器人，这2、3下涂骹打起的烂土随集中起来。互烂土砍掉的道路，用真强的水条冲过了后，这条路随清气溜溜。花莲光复乡做大水，规家园都互烂土砍掉咧。除了沙雕超人总动员，嘛有不少热心的业者，使足侪重机具要帮助灾民。我们已经来1个礼拜了，灾后第1天我们就来了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是不是放弃休假来这边？来这边这样子已经1个礼拜了，有没有觉得？我们不怕累，但是我们不喜欢被冤枉。若是怪手吐土机，阁有15台，或者是金工的车队，为台中驶去花莲，协助光复乡处理河床积土的问题，避免搁再做大水。我们这一批差不多20台左右，第2批差不多10几台，因为我们都是拖那个重机械的啦，刚好有朋友说要拖重机械去那边，车辆不够，所以我们就去支援。毛业者除了重机具，佮提供60台清洗机械，加10台拖水塞车。沙雕超人体力有限，目前还有430户的受灾户等待协助，一台搁一台重机具入去，嘛互修复行动更加紧，嘛互受灾户看到希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